我想我一定是不擅长打架、吵架啦齁。你希望你可以发挥怎么样的影响力？我觉得如果只有1个、2个这样子的人，当然是不会改变任何事情。但是这样子的人存在很重要，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立法院的文化不是一定要那样嘛。那会那样子有很多大家知道的因素。如果是在媒体界的人，我想你比我更清楚。有些时候是怎么样的大动作才可以吸引你需要被关注？对，有没有需要做出那样的动作？我觉得我们是该展现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说这种方式也会得到关注，可是不是那种很肉体的或比较蛮横的方式，而是你能不能抓到这个事情的重点。因为你如果打到重点的话，民众也是很有反应、很有感的。我觉得话语讲不到重点，你可能肢体就要夸张一点嘛。各位，谁的肢体最夸张？小朋友嘛，小朋友还不太会语言的论述的时候，他就不是小孩子，你用拿不到东西都在地上这样。我觉得台湾是因为有很多的政治人，他就是政治人，政治本身变一个行业。但是政治以政治为生，对，那就是他的事业，所以他会想到，那我下一步怎么样？我今天如果推了一个东西，我会不会打坏了哪个下一步或什么？有一些人是这样，当然也有很多问政非常棒的委员，他们就是朝着理想跟原则做的。我们也看到，其实各党也都还有这样的人嘛。所以慢慢的如何形成一种不同的气候。然后不那样子做的人也能够有影响力的话，大家就会改变。其实有这种小小的改变就是这样发生了。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新做法，然后这个做法可以有一样的效果的时候，比较差的方法一定很快就会被淘汰。对我来说，走到这个选举或是从政的这个领域里面，并不是说，好像到一个新的地方或把我原本的东西放下。我觉得我感觉到，甚至到目前为止，我所做的是能不能把更多敏感的观点带进来，可以改变社会的这个核心。如果我们说立法院其实是很多法案通过的关键，或者说提案的关键，还是阻止一些不好的法令的关键，那么我觉得在这里面我是有工作可以做的。这一次的选战当中，如果说是韩粉的族群或国民党的族群，它在对应我们一般说泛绿的族群的时候，是有着某种意识形态的。我们可以从他们拍摄的广告的主轴的，假设说 slogan 吧，就是他们 slogan 是凭什么？凭什么里面其实流露了一个他们要塑造的意识跟形象，就是说我们才是那个比较优质的人，我觉得他们塑造的我们才是那个比较优质的人啊，或者说比较有传统的人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所以你们都是在走一些好像就不是我们原本谨守的那个价值，对，固有的价值。所以其实那部分现在是很结合保守势力的。你可以想象说，现在有一个让我们觉得不是很好的一个社会的趋势，说当两大党在对决的时候，已经演化到不是两大党在对决，而是价值观的对决的时候，那么社会就分化了。例如说，为什么李嘉芬他会讲出说这个性平教育乱教，教小三教肛交这样？因为他们诉求的是有一群保守的族群，那让那些人听到说，这个现在绿营执政的时候是会给我们小孩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个事情这个例子为什么会发酵？其实这件事情教育部早就出来澄清没有，根本就没有。那为什么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没有，但它会发酵呢？因为它触碰到人心里面
一个想象，对，价值观，因为这一边的人本来就存着一种想象，说你们那些乱搞的人、打坏规矩的人、把我们传统的东西改变的人，你们凭什么？这个东西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结合，蛮不好的方式。用我们的专业的想法来说，这是人们拒绝去看到事情的复杂面。你说的就是分化，为什么分化会逐渐变得用方？因为分化简单嘛。我看到一个人，你提一个想法的时候，我不要去思考这个想法，好像这里也对，可是又这样又那样，我就想，你跟我颜色不一样，所以你的话我不用听。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化的方式。可是如果一直容许这样子的方式，然后媒体如果一直容许这样子的程度，我们就会退化。